查甫人若无顾家庭，四界一行，放婆放囝，无依无我，最可怜。公婆主持人王丽华在满腹唱片写了一首保护责任的老爸，和可怜的三姊妹，共我那目睭咪咪等，唔知见面要等何时。写看到爸爸紧转啊，且听本人真演好大唱。三姊妹叫着爸爸，赶紧转来哟！为着生活不愿意离开乡里，落天我面霜风连枝枝。爸爸，你这阵到底是去倒位啦？等何时？等何时会转来？心爱爸爸哟！三姊妹踮在故乡迄个小山仑，看见鸟只飞几群银云，心酸。自爸爸离开故乡去乡，放着无惊无依无我在参村，一直来一直来有念着心爱爸爸哟。三姊妹思念爸爸，梦中来相见。爸爸过去带细姨，无想册字。看别人拢有爸爸在身边，为怎样阮的姐妹一生这稀微？紧转来，紧转来，大声叫，心爱爸爸哟！